海基会副董事长罗文嘉宣布要送一对玫瑰鹿好好甲平平，予中国的动物园，希望两岸走向和平。美国11月初5大选，摇摆州 Georgia 10月15开始提早登票，第一天上午就有25万2000人去投票所，人数比顶一届加1倍。韩国查某团体 New Jeans 指控伊公司甲因霸凌，成员去到国会以参考人的身份讲出公司无公平对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戴金。前总统蔡英文去捷克参加论坛发表演说，就接力去法国参访，可能会和法国的参议院副议长见面。就外国媒体报讲，蔡英文刷落来嘛会去访问美国。不过，蔡英文的办公室表示，这还未正式的报道，因未发表回应。在社群媒体抛出甲罗浮宫的合影，前总统蔡英文结束捷克行程了后，去法国参加访问，继续深化友好关系。按算会甲去年访问台湾的台湾参议院副议长甲友台小组主席理查见面。La sécurité de Taïwan est une préoccupation importante pour nous et que nous encourageons nos autorités à être vigilantes sur la sécurité dans le détroit, comme le voyage de le passage de notre frégate récemment l'a encore démontré. 理查捌4摆来台湾，也真侪摆发表支持台湾的言论。这摆蔡前总统去访问，是不是和台法友谊更加密切，备受关注。尤其中共这多结束对台实施联合利剑2074比军演，法国外交部佮表示，希望台湾海峡保持和平佮稳定，因为这对全球安全佮繁荣是无法度欠缺。也强调法国反对所有对现况的单方面改变，无论是透过武力或者是威胁，避免台湾海峡局势升温是真重要。台海不管是国际的船运，或是科技，或是等等，那么对于整个全球的经济跟秩序稳定影响是很大。所以基本上过去几年，这些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这个对外这种侵略性的政策。坦白讲，这个批判的声音跟顾虑都是蛮高的。或者落去蔡前总统访问行程，提悬台湾的国际连结度。美国媒体是报道，蔡前总统结束欧洲的行程了后，按算在未来几礼拜内访问美国。蔡文办公室是表示，相关无经过正式的引用甲报道，无法度评论。另外，美国大选继续升温，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15被问到，那中国侵略台湾，美国是不是出兵捍卫台湾？Well, the reason they're doing it now is they're not going to do it afterwards. Okay, so it's so they're doing it now. They want to do it China. Look, I had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川普讲话保持甲进前同款，对是不是派兵捍卫台湾采取无核策略。面对中国最近伫台湾周围展开军演，川普并无回答当中讲到这代志，反倒来讲，那伊当选，中国就会进一步侵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双十过后，台海两岸的关系是变搁较紧张，中共嘛发动军演。咱海基会副董事长罗文嘉宣布要送一对玫瑰鹿予中国福州的动物园，号名和和甲平平，希望两岸嘛会当走向和平。他们为什么叫梅花鹿？就是他们身上这个白斑像梅花一样。提叶啊，予玫瑰鹿食。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16参访马祖北干乡的大渠岛，宣布海基会想要征送2只号名真水、和和平平的玫瑰鹿，予福州动物园，希望两岸会使走向和平之路。前2天，这个对岸的军机跟军舰来骚扰，让这条和平之路蒙上阴影。我们希望透过对岸的海协会，我们协调来送1对的梅花鹿到对岸，也就福州的动物园。回顾以往，2008年中国捌征送台湾2只鸟形团团圆圆，也有真珍贵稀有的树仔。2011年，台湾也回送中国一对玫瑰鹿环青点点，也有羊仔喜羊羊甲绿羊羊。这摆希望送和平之路到中国，将来是更加多鹿仔囝，就更加多和和平平。罗文嘉也再呼吁对话，卖一些政治舰队之下一来和谈。在不同中寻找相同，而且是最用和平的方式来化解歧义。和平之路虽然不好走，但是仇恨之路更不能走。
对陆文家15讲到九二共识已经无合时代，两方应伫马祖进行协商，欢迎海协会到南竿26个据点谈26共识，会更加有前瞻性。不过中国各台办16讲九二共识就是明路，无必要另外起头。两岸的症结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中共当局不肯正视中华民国的客观事实存在我们还是要呼吁中共要理性务实，与民选的政府来互动来推动两岸正常、健康、有序的交流。柯水正强调，林会批评也是唔肯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用大陆借口对台湾进行各种不合适的时间压力，亲像军事威吓、外交打压、经济压迫，也佫有铺设地带侵略，拢是台海不安的根源，也是这个区域无稳定主要因素。记者综合报道。导演郑碧林的后生，也就是看见郑碧林基金会董事郑丁环，伊接受邀请去苗栗县图书馆演讲。不过演讲进前，却收到承办人员的来，讲伊靠老爸底因都会当食一世人。郑丁环当场气着离开现场。苗栗县长郑东锦事后回实的，若承办人员嘛已经辞职。演讲进前收到来的信息。了后马上直接离场。这名讲师是齐廷环，是翕看见台湾导演齐柏林的后生。11号受到苗栗县立图书馆的邀请，以为空中看台湾为题演讲。但是演讲进前受到县府市城申办人来的信息，内容是写到齐柏林导演的后生30岁，靠老爸底因就会当食一世人。齐廷环当下是唔敢相信，当场退还演讲的费用，说明原因了后离场。事后也伫咧面册表示，这是我这几年来上感觉侮辱的一届。当下的时候，他有跟我说，对，但那时候因为就是像刚才讲，其实就是心里会觉得很委屈吧，就是说一直以来为父亲的理想跟志业去做拼搏，对，那还是会被这样的质疑。其实当下确实也可能是我修养还不够好啊，那个情绪就波动比较大。苗栗县府15号暗时赶紧发布声明致歉，市城申办人疑似误传信息，但是个人的言行已经造成讲师感觉无欢喜，深深抱歉，而且提出请辞。教育处长甲科长是即将致歉，强调申办人的行为是相当的无适当，也无适任现有的职务，同意请辞。承办人也认为是他自己的错，所以他也是跟我们提出了请辞的这样的一个申请。当然，我们也有督导不周的问题了哈。那该怎么样处分，怎么样调动哈？那我自然会这个后面会有一系列的这个处理了哈。造成齐全的这个不愉快，再一次表示深深的道歉。县长总统前先伫咧16号半暝伫咧面册致歉，也受访强调县府有督导不周的问题，后续会来纠正。齐廷环是强调，希望这代志到这为止就好，让外界关注的焦点倒转去基金会伫咧环境教育顶悬的努力。记者苗栗台北报道。今仔日有啥物重点新闻？来看去年台中丰原高中一个学生去互几人的老师霸凌，落尾是惊地落过身。台中市教育局宣布处分，前学部主任已经停票。若前主任教官这个月初9号教育部司透露，停止任用2年，这2年来拢袂使去做教官。高雄防所有一个高中老师涉嫌甲学生性骚扰，申诉案拢总有8件，有4件成立，去防举2期代告。不过市府煞甲这个老师为学校调去教育局的校外式上班，未输是升官。教育局讲会安尼安排，是无爱让这个老师有机会接触学生。上新的处分是暂时停票。代替10月2日要开董事会讨论票价调整方案。交通部长陈世凯挂保证，讲几年之前火车票拢袂起价。若高铁的部分，因为当年营运的利润拢真好，所以交通部嘛希望高铁卖起价。再来关心国际新闻，以色列就抓要消灭哈马斯，对加沙地区的战争是无落软。美国就警告以色列，若果唔改善人道危机，美国就袂阁提供武器。所以以色列咧目前是已经开放一寡卡车入去加沙的北部。若黎巴嫩这边的状况嘛真惨，有超过40万的囡仔有落无厝。以色列14空袭加沙中部一间病院，大火将院内收容的难民天道营地拢烧了，造成重大死伤。前日讲加沙另外一间庇护难民的学校嘛被攻击，夺走22条人命，其中大部分是囡仔。以色列对加沙攻击以来，已经造成超过42000人死亡，190万人有落无厝。这种情形连美国嘛看袂落去。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15证实，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甲国防部长奥斯汀写批予以色列，要求爱伫30天内加强放宽加沙人道救援行动，安尼无会面临失去部分美国武器援助风险。Over the past few months, is that the level of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has not been sustained. In fact, it has fallen by over 50% from where it was at its peak. It's not about making any kind of threats. It's about seeing the situation reversed. 这项批是美国到即马对以色列所发出去上强烈的警告，批来指控以色列顶个月拒绝也是阻碍90%对加沙人道援助。目前加沙北部去予以色列封锁，当地民众都爱靠人道援助为生。美国要求以色列逐工爱予350台卡车通过4个主要过境点，稳准导向海边的人民向内陆迁徙。以色列对这项批表示重视。讲拜已经开放30台救援卡车进入加沙北部。联合国表示，加沙北部有2礼拜无人员的危机，目前暂时得到化解。不过，哈马斯领袖刷出来指控美国对加沙去予人屠杀完有责任。نحمل الإدارة الأمريكية المسؤولية عن هذه المجازر والجرائم وحرب الإبادة الجماعية التي ترتكب يوميا ضد شعبنا في قطاع غزة. وتصعيد الحصار وقتل المدنيين العزل في خيامهم وفي أماكن نزوحهم. 除了加沙，黎巴嫩嘛因为真主党甲以色列的互相报复，过去3礼拜百姓承受真大痛苦，尤其是无能力反抗的细汉囡仔。1.2 million people have been displaced, of which 400,000 are children. Work on nutrition, how to feed and care for your family during this horrendous period. 最近以色列的空袭造成黎巴嫩超过2300人死亡，敢若过去3礼拜都超过100个囡仔无辜死亡，超过800个囡仔受伤。联合国是讲，国际社会援助爱送到位，希望莫阁有人违反国际人道法。不过以色列攻击并无减少，今仔日搁再对贝鲁特甲黎巴嫩的东部、南部展开空袭。当时搁讲，伫加沙北部消灭一个哈马斯指挥官，也搁50多个恐怖分子。目前真主党已经放调要对以色列展开报复。公司新闻，詹慧敏、黄文玲编译。美国总统大选11月初5要投票，关键的摇摆州 Georgia 10月15开始提早投票。第一天上午就有252000人去投票所，和2020年的大选136000人比起来是加116000人，差不多是加要1倍。根据 NBC 上新的民调 ，Trump 甲贺锦丽支持度拢是48%，拢无过半，无输赢。看起来，这届摇摆州选情同款正关键，歹安算。美国大选投票日最后几日，乔治亚州伫当地时间15正式展开提前投票。登记投票的选民排真长，当地官员证实，到迄日下昼4点为止，至少有25.2万人完成投票。会当讲是顶届总统大选头一日提前投票日的2倍。乔治亚是美国7大竞争激烈的关键摇摆州之一。有计伊的选举结果会扮演决定性的角色。Because being so young, and especially with the recent economic crisis we've had, I really just want to make sure my vote counts. Let's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传记电影《像是接班人》最近放映，电影内真受讨论的一段，描写川普甲伊的第一任家后伊凡娜伫激烈的冤家了后，演变做暴力性侵。算断川普的形象，互伊去甲丢卡断地，各地社群平台骂这部电影是连继诽谤政治上的恶棍行为。I'm not surprised, there is a Trump fatigue, there is an election, there are serious stuff going on, but also we have such a small budget to promote the movie, to market the movie, so we really need Mr. Trump to do more tweets for us. 有消息人士透露，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可能会拜访有名的明星乔罗根的 Podcast 节目。乔罗根有数千万的忠实听众，而且多数是少年男性。贺锦丽当日拍拼争取男性，特别是非裔男性的支持。It'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they are not a monolith, and their support must be earned with policies, rhetoric, and performance that speaks to them. 有专家讲，提名调无输赢的情况之下，贺锦丽若会当伫乔罗根的节目中露面，有希望为选情提升。不过也有选民表示，一到选举就讲到种族甲性别，互人真野心。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
韩国团体 New Jeans 自2022年以来，伫韩国是请假抓袂牢。不过今年4月，因为公司的代表去互某公司 Hype 石头道，指示 New Jeans 所有的活动拢暂停。团员就伫咧网络开直播，指控某公司无公平对待，甚至也讲有别团的经纪人甲因霸凌。伫公司相拄、相借问的时，对方拢假无看，佮叫其他艺人同事莫插因。New Jeans 佮发现因公司的员工伫网络黑白甲因批评，针对即寡指控，公司事后煞讲毋是事实，连感谢画面拢互人抬掉。即阵代志愈加愈热，嘛引起各界关心。New Jeans 的成员以参考人的身份出席各种监察会议，讨论艺人伫工会场拄到霸凌议题。 한희 씨 여기서 팬분들께 꼭 한마디만 좀 부탁드릴게요. 제가 말 안 해도 팬분들이 제 마음 잘 아시니까 굳이 말할 필요 없습니다. 夹在国会大楼，韩国女子团体 New Jeans 成员汉尼，则个用参考人身份亲身出席环境道德委员会各种监察会议，说明在公司互人看无，佮有各种无尊重、无公平的态度，包括去母公司海部大楼的时阵，互另外一组团体的经纪人当作无看到，佮真侪摆拄着中官拍招呼煞共款互人看无。另外公司的员工佮用应用软体本来美女团 New Jeans 甲海部的公关部门要求记者写稿的时阵，对于 New Jeans 伫日本的生日淡薄讲着就好。对此 New Jeans 的经纪公司多执行长金智英即个用证人的身份出席会议，伊表示会尽力处理即个内部问题。 그리고 한희 씨를 비롯해서 아티스트 분들 저희 더 목소리에 귀 기울이고 아티스트 분들의 인권까지 잘 보호해서. 金准表示，大力调查汉尼讲的状况，也过暂时无证据会当证明这个状况。汉尼所反驳金智英讲，伊根本无精力伫处理这场霸凌，种种的态度，互汉尼伫睡眠时阵一度熬甜。 이 세상의 모든 문제들이 해결해질 수 있는 법은 아니라는 걸 알지만 그래도 윤석을 인간으로서 존경하면 적어도 직장 내 괴롭힘과 따돌림 문제는 없지 않을까 싶고요. 因为汉尼是越南的澳洲籍，韩文并无真好。即个一场霸凌事件，连澳洲驻韩国大使嘛主动关心。而打造出 New Jeans 的有名制作人明熙珍，今年4月嘛表出甲公司的意见无同，最后稍后改读执行长的职务。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顶礼拜，美国13州和华府的检察官做伙对短影片平台 TikTok 提出告诉。 讲 TikTok 会害囡仔算甲条例，佮推荐无适当的影片危害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国际直销组织台湾分会嘛发起联署，要求 TikTok 改善推荐影片来保护囡仔。提出囡仔录影片传去咧 TikTok 伫全球有10亿用户，美国超过一半的使用者是13岁到17岁的青少年。 顶礼拜，美国13州甲华盛顿地区的检察官联合提起诉讼，指控 TikTok 的演算法会互青少年看较见条的，而且危害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TikTok has intentionally and deliberately manipulated and hurt knowingly young people through its platform. It has promoted excessive and addictive and compulsive use by design of our children through its different features from autoplay and infinite scroll to its likes to its beauty filter. 台湾也有家长发现，现代囡仔会用 TikTok， 而且变较无专心，但是因为学校同学拢咧看，真恶禁止。因为小孩都会好奇。 所以我会满足他的好奇心，但是我也会在旁边限制他，或者跟他讲说，这一类的内容其实是不好的。过来也有 NGO 发起联署，要求 TikTok 对少年使用者要有保护措施，阻挡无好的内容，亲像改善推荐影片的演算法，卖互囡仔见较条的。针对大概300几个菲律宾甲肯亚的这些青少年去做调查，去美化这个。 忧郁啊，美化自杀，或者甚至是鼓励你去自杀，在一寡讯息，这点以来，一直开始学的就这。我们整间呢都有陆续看到呢，因为儿童青少年使用这种网络啦相关软体不当，而造成的那种情绪障碍、行为问题，还蛮多的。 国际直销组织台湾分会讲，目前 TikTok 伫欧美国家因为法令规定，有针对囡仔改善演算法，因联署要求应该全球同步改善。意思建议家长爱参囡仔参详，伫袂影响困眠学习的前提之下，控制算 TikTok 的时间。记者林旭凯综合报道。
真侪国家拢咧推广电动车，不过电动车敢真实就较环保咧。根据调查，欧美甲亚洲拢总有13间电动车厂商，针对电池供应链、省电环境甲人权，一寡厂商处理问题态度拢无及格，上高分免注干那51分，中国的比亚迪吊车尾11分。随着减少碳排放，加做真侪国家的政策主流。强调无废气排放的电动车，加做环保口号之下爱用者。一般的电动车车用电池重量平均大约是400至450外公斤，其中至少爱10公斤的高品质锂金属。若是特斯拉的产品，可靠爱达到80公斤。不过，锂矿的矿藏集中伫少数国家，其中前3名的玻利维亚、阿根廷、智利。这个南美洲 ABC 二三角运总量就占全球6成以上。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讲法，锂矿开采的过程除了碳排放的规模，对水资源的污染也真惊人。阿根廷西北部的山区小镇苏斯克斯就是明显的。Todo lo que tenemos en sus principal el agua, no tenemos agua, el agua que tenemos lo bebemos, no tiene mucho arsénico y no se le puede beber, hay que traerse agua del campo, buscarse agua mejor. No se puede vivir en Sucre ya. 除了环境污染，矿场开采进程，强迫一寡偏向产车的原住民田村也是常听到，形成国际特赦组织口中严重的人权侵害。这个组织经出欧美、亚洲有13间制造电动车的主要业者来进行评比。Are they really identifying, evaluating, and working to prevent the human rights abuses in their supply chain? Unfortunately, none of the companies has been given our green light yet. Because while some companies perform better than others, none of the 13 companies Amnesty assessed demonstrates in its reporting that it fully meets its human rights due diligence responsibilities. 为结果中会当看出，伫全体无及格的车厂中，欧美车厂的得分普遍较悬。日本、韩国、中国等亚洲国家车厂分数都低真侪。公司新闻徐家珍编译。时代进步，科技的应用嘛愈来愈多元啊！亲像德国就有一间病院，因为人力欠缺、骹手无够用，就成立自动化机器灶骹。内底总铺师是一个机器人咧料理，规工24点钟拢会当煮食，唔免叫喘。在地店内底的马铃薯面糕就有定速旋转的推动，伫火炉顶面开始炒，边仔机器的手骨甲已经洗好的料理放伫等待要摕所在。这是德国杜宾郡大学病院最近成立的自动化机器灶骹，消费者经由用手点的银幕付费点物件了后，灶骹内底的机器手骨就开始对冰箱内底提出有先切好的食材，就按照有色的模式来进行料理。几分钟内就会使甲一份餐点做好了。Wir haben aktuell 120 unterschiedliche Rezepturen auf dem System und haben auch bereits Kunden wie hier auch, die selber Inputs für die Kulinarik geben. 这个机器灶骹的菜色真多，除了德式餐点，包含日式的拉面、中式炒饭，也是意大利面拢有。加上人客主动提供家己的食谱，有超过120种的餐点会使选。医方讲，机器灶骹的好处是会使24小时来供餐，除了应付中昼长人真多时段，也用伫半暝满足想要食宵夜员工的需求。也若当初这间病院所以发展自动化灶骹，毋是讲要节省人力，而是因为欠工所造成的。Also das heißt, für uns wird es immer schwieriger, Arbeitskräfte oder auch Fachkräfte zu finden, die in unseren Kantinen arbeiten. Und der Roboter ist hier einfach eine total sinnvolle Ergänzung für uns. 也机器人煮的菜到底有好食无？对餐厅内底一般7-8成人客来看，敢若不是受消费者的肯定。Knackig, also auch vom Gemüse her und die Nudeln waren al dente, das war richtig gut. Heute ist ein bisschen viel Kichererbsen. 镜头转来到日本，机器人的应用真快，除了会使做总铺师，也会使发挥陪伴开工的功能。正伫前夜举行的科技博览会，就有真侪厂商拢推出结合 AI 科技的陪伴機器人。映画館で一緒に映画見たいの？見ながら話すのも楽しそうだし、最近美味しいものも食べられてないって話してたから、お食事持って行こうよ。
不管是会使放伫手的水滴的造型，也是即款讲话时，嘴皮会发光的小雪人。日本式开讲机器人行大部分是真古锥小卡的路线，除了外形互人介意，因会使经由学习，更加了解主人的个性、喜爱甲需求，进行深入对话。未来这类机器人可望发挥安慰人心的功能，加做人类真好的陪伴。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戴珍，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